有一个老伙仔坐点路边，伫涂骹摆搭下买卖鸡卵。过路的一个查某囡仔问伊：你鸡卵安怎卖？卖鸡卵的老伙仔应讲：一粒5 rupees， madam。查某囡仔讲：我爱6粒，算我25 rupees。无，我唔买。老伙仔应讲：来，客气，就照你的计小。点菜这是好彩头，因为今仔日到搭还无卖半粒卵。查某囡仔鸡卵体内，翻头离开，上家卖输车边爷仔。伊坐入去色派的轿车，参朋友去吃饭的餐厅。点菜时，伊甲因朋友欢喜点啥就点啥。毋过因干那食一撮仔尔，规个倒店剩的诚济。了后，伊去六少，少单要开伊1400 rupees。伊摕1500大张的，叫头家免走。代志讲到这，咱回头来看，对餐厅头家来讲，加赚100 rupees 是小破代尔。毋过对卖鸡卵的老伙仔来讲，减赚5 rupees 却是艰苦代。重点就是安怎咱甲有欠用的人买物件的时阵，拢爱共抬动起，就是有本顶。是安怎咱对无欠用的人拿少单的时阵，请你大出手，就是有水平。我伫母米所在捌读到，阮老爸用过定定开读馆的介绍，甲山车人买细项物件、日用品，虽讲是无欠用的物件，甚至有时伊阁会加互因钱。我感觉奇怪。问老爸是安怎伊爱安尼做？阮老爸讲，咱做好心，人的面子嘛就爱共顾一个。乖点，